因为防疫最近大家踮伫厝的时间加真多，所以自体火灾警报器就扮演着真重要的角色。若有火烧，会当发出着警告，互大家赶紧逃命。逐摆若发生火灾，会互人无命，最主要的原因拢是乌烟。最近因为疫情影响，真侪乡亲会伫厝内家己煮食，也毋过用火若无适宜，就引起火烧厝。针对这款情形，消防局建议大家爱伫厝内斗徛架警报器较安全。你开窗压力小，它浓烟一定会往压力小的部分流窜。你一定要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。当发生火灾的时候，可以有效的探测到浓烟，让你的避难逃生时间延长。依照台南市政府消防局的统计，最近3年来有到徛架警报器减少火灾件数有62件，成功走出的人有168人，表示讲效果真好。另外嘛，建议乡亲爱用有自动断电的延长线，安尼较袂引起火烧厝。当我们的使用电量，比如说吹风机它1000瓦，它可能在超过烤箱的部分就1800了，它这边就会直接跳掉。若是讲拄着火烧厝，真正无法度逃生。秘入房间的时，门爱甲关起来，防止乌烟甲烧气入来到房间，安尼会使增加活命的机会。